一轉眼又到年尾，呢300幾日過得真係好快，而人同人之間嘅關係都仲係好似疫情嗰陣咁。社會變化大，資訊又多到爆炸，事情就顯得又親又疏。親友之間傾偈，好多時都係靠即時通訊 App， 感覺上少咗啲真誠嘅眼神接觸。同事之間合作比以前密，但呢種密密麻麻嘅互動，有時都會藏住少少競爭同防備。我亦都慢慢明白到，真正嘅連結唔係靠頻繁聯絡，而係喺對方低落嗰陣，可以靜靜咁送上一句我明白。講到德蘭社工作方面嘅得失，真係好難計。有時因為項目成功而好開心，但係失落嗰陣就會問自己，用咗咁長時間做，又冇回響，究竟值唔值得呢？有時好似乜都冇得到，白白咁做咗，但其實過程中都學咗唔少嘢。呢種失落感又逼我揾返生活嘅平衡。我亦漸漸學會反思，與其追外在嘅成就，不如問自己，每日做嘅嘢仲係唔係跟初心一致？社會問題好似貧富懸殊、政治分歧、環境危機，唔再只係新聞標題，而係切身之痛。物價升，壓到基層生活好辛苦，年輕人對未來迷茫，網上世界成日充斥對立言論。呢種情況就好似巨浪咁衝擊每一個人。我哋呢啲小市民可能無能為力，但與其抱怨，不如由自己做起，提升能力，唔再做躺平一族，對身邊人多啲體諒。就算係微小嘅力量，都唔好睇小，佢可以做到真實嘅抵抗。呢10幾年，宗教信仰成為我嘅心靈支柱。作為一個天主教徒，我唔會將信仰當做儀式，而係實踐喺日常生活。學會寬恕得罪自己嘅人，用憐憫心睇社會入邊嘅邊緣人，喺壓力之中靜心祈禱，提醒自己唔係靠勢力，亦唔係靠才能，而係要信靠天主，先至會有成功機會。信仰教我接納唔完美，亦鼓勵我喺黑暗之中仍然守住光明。呢一年我曾經迷過路，但都遇上過智慧，見過冷漠，亦遇過溫暖。人際關係要經營，工作都要平衡，唔係就會影響家庭同社交。社會亂局之中，我哋更要守住內心秩序。最重要係信仰唔係逃避現實嘅避難所，而係走入世界愛人如己嘅力量源頭。展望嚟緊一年，願我繼續以謙卑嘅心與人同行，與神同步，喺變動嘅時代入邊活出寧靜而堅定嘅見證。願主祝福各位來年生活幸福、快樂、身體健康。拜拜。